咩話？你話拿破崙喺日本出世係真唔係啊？我講嗰個係拿破崙意粉，拿破崙壇起源於日本橫濱啊。雖然呢間嘢日本有好多分店，但我覺得橫濱嗰間特別好食嘅。價錢平民而且超好食，300g 就平啲，400至600g就同價嘅，低食夾大件，有日文同英文 menu。不過就算係日文都唔擔心，因為我哋睇圖都知佢咩嚟嘅。咁呢間鋪頭大約有20個座位左右啦，台面度有啲調味料，但基本上只會用一種嘅啫，必叫黃道 set，而我會再加多一隻蛋。台頭個芝士粉先係精髓，大力咁車落去，加到咁上下就可以食啦。你睇下塊後置火腿，大過我隻手啊！炒得好乾身，好有鑊氣。睇到我食得咁滋味，都知道碟嘢正啦。推薦百事啊，飲完條氣順晒，2個人加埋都係3000嘢唔使啊！咁就係咁多啦。想繼續睇好西，就記得 follow 同讚好。下次再見。Spaghetti no pancho。